姐妹去西陵游赏湖。哎，记得小姐还推推打了句，大家还得不走不归，连回家的路都就忘了你。心境万为子，吾人如花深处，可不是吗？天都快黑了，状儿现在五花房里，谁人也不对嘞。真的，进去一看，对，姐妹们正着麻将，吵吵嚷嚷，叽叽喳喳，把舞台上的二路都颠飞了你。哎，小姐，这些事你都是怎么想出来的？简直是我灵我眼呐！我啊，就是这样一想，就想起来了。小姐了不起，了不起！上几期的什么？神追不知归路，心情万为句，我曾女花深处，征途惊奇一趟玉路，征途惊奇一趟玉路，征途惊奇一趟玉路。真的，进去一看，路，好事，哎，多云是自持，大家见言心思。儿曾一醉叹恩，不相识。起来用真心心思，舞弄花絮欢情一曲。你们为师去把情来续。公子，李清早看见我们了。喂，是谁啊？推困人家私家花园，心意不休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我们是圣道经过，不经意
九爷啊，秀爷爷，你们看到什么？我看见了李清照小姐在荡秋千。你怎么知道她就是李清照呢？哎，露浓花水伴情意透，何修州一门为首，恰把青梅心。恰不与盆，红巾渡剑去，情深深似玉绵圆，金冷冷似对天人，为什么那相为人儿离娘亲？娘亲。你家公子叫什么名字？我家公子叫曹明人。曹明人，可是那个许金在身上不肯做官的曹明人曹公子。真是，你家小姐知道我家公子？知道。我家小姐说曹公子也闻一缕，是人嘛，恰很平常。我家小姐说，谁要是遇见曹公子，要他交个朋友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家公子啊，早就想认识你家小姐了。哎呀，原来是少家公子，舅娘，清照小姐，小姐名人我举目才是娘方平，最喜你心灵自巧，女情心。那日满从相会过，听见你唱着秋千，把心是你，因此陪着来等候，谁人了这一本情，找心事红丝分。新世界李清照。随风茶，新世界莫相称，有时喜，有时惊，心绪不宁。早听闻曹明人今生也问，未了解今日
去为做丫头迎进门。不必为，不必为，锦溪开门锦心，夫人，锦心，老爷你卫兵夫人，老爷一清早就起来，急急忙忙叫上居民，陪他逛街日到古东啦。呀，那为何不招呼我一声？夫人不是农罪不孝参居吗？其实我也何尝农罪，我啊，
是正在想新的事呢。夫人，早饭已经做好，你是不是又不去啦？既欲早茶，何必早饭？不去，不去了。情人关到几日上，到来的北方。老爷老回来了什么？呀，这可是西周的古典，东汉的少辈呀！怎么这一把孙子一件衣裳便忘了嘞？是啊，只因为今人环境边关高洁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所以都将这些古器廉价变卖了啊！我怕这些古器流失，就将他们都抱回来了。名人，你做得对，只要将这些富家之宝买回来，就是垫了家当，当了房子，清早也不远啊！夫人，建明，快把2件宝物拿到上镇过去。哎。名人，来坐下，喝杯热茶吧。怎么，看样子夫人又要与我端茶菜蔬？名人，这是你我最爱喝的小龙团上，这是翻翻引来，味面发味，不是煎茶菜蔬对牙齿，你看是何呢？好，老规矩，苏在罚他碰盏，生在赏他饮茶。来，哎，不过夫人可不许耍赖哦。咦，我何曾杀过来呢？解密锦溪，你们小夫妻2人当场作证。好，我们做这的不是啥来。好了，夫人，出题吧。名人，你我所言通晓大胆，欣赏的是何人岁数啊？嗨，这个连我都知道，真是8、9岁数的冷眼睛。谁叫你多嘴？不说啊！夫人，里面太简单了吧？不算就不算。夫人，再问，那把记忆把老天曾经写过3岁童的事，你讲你讲了吗？你也多嘴。哎呀，夫人今日所问，未免太简单了。哎，碰盏，名人且慢。一江暖，分地无此。
碰盏。哎呀，呀！我错了，把举一万年是在洛阳。哎呀，一不当心，哎呀，错了。老爷碰盏啊！好，碰盏就碰盏。夫人，请。明人，你还要问吗？要问。好，那你请上。山水一江落，寄予什么书？此书在堂上，只有哪一处？哪一处？哪一个？哪一人？哪一步？记里说，老爷，姐姐哦，不会吧，姐妹，哎呦，夫人，我认输，明人只好为你碰盏了。今日总算我夫人必过并寿，是你说并寿，你说嘛？好，我说
据我所品茶品茶。夫人，这句心里话，我真想老于思乡啊。可惜，宁人，你想说什么？夫人，我夫妻才亲走，实已一成去。恰不了满身出伏边心头，那军人应是虎步快中原，风声尽雨鸟，我旅人走夫人啊，凡一在乎杀过来，只怕我人从此许。是啊，一旦今日大举犯境，扫地必定征用官员。我真担心你这今日之身，早晚官袍加身，到那时从平津到天津，夫妻实在好成就。这里精心随上的是欲望，这里放置精神的十节律，这里有崇敬对美的富家宝，这里有三代夫妻应上欢聚，这都是你我两家几代
能丢啊！明人放心，你我虽然没有一男半女，但这些宝物虽是同你我的儿女，你我的骨肉呀，虽是他们，就是同，虽是了我们自己。夫人，明人禀老爷夫人，门外有位张世罪大人，自称是老爷的本儿，前来造访。张世罪，哦，快，请他进来。是明人，这是何时的朋友？我怎么从未听你提起过？夫人有所不知，这位张世罪乃是我的同科进士，列小警察。早些时候曾来过1-2封书信，想与名人结交，因我为节日为心，便也淡了。时隔多年，不料今日忽然来访。既是同年之遇，何妨一见？夫人不用回避。明真兄，世罪兄，老朋友，同喜呀，同喜！喜从何来？明真兄，你看呐。世罪兄成了官者。是啊，小弟无罪，神兄来追。怎么？明人兄官文为你送到，我可是早已当听到了请坐请。呀！明人兄故传今日大家，这回来堂也名不虚传慢来，这位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。见过张先生。是最见过少夫人。张先生，请用茶。不用，是最上任多中，人到拜访。本以为可以和明人兄同饮一人，既然明人兄官文为你送到，小弟也就不便耽搁了。说实话，本以为可以在归来堂宽上过3天3夜呀。告辞。世罪兄官不在身，明人不管拘留。送世罪兄，不必送。这位张世罪到底是做了官了。他说你也成了官者，不知是真是假。但愿到天都是。老爷，官文下来了。继父来追，上身。不开一见官吧。
家永生之际，你就领命上身。可是我实在是当不了这个，实在是杀不得你，杀不得这归来当啊！请早晨归来当便是，凡你做人不少嘞，归来当也不在了，归来当不在，风气正报一定在。谢夫人，一字官文不由己，府内一名夫来走。凡一情事不用还，我要你人杀金人欲在报，风气一件不能断，不惜送金梅出马，平安送他到来走。等到财季太平安，我是当时去官职送还青州，与你归来堂上共把头。你怎么不是我？你是我呀！明日为妻弹上一曲，为你尽意。羞羞，这委屈也千万别阳关，也这绿。年富令人怨，烟树情侣，
与江南去花王，老人上秋真繁忙，谁道国事一切尽，今晚无变好父王啊！啊！此位神兄，听说江南神女李清照今日修道，我等不妨在此等月，与她切磋切磋。是啊，我等在此为李清照把酒接风，也算尽了地主之谊呀。哎，这是听说那位邵明仁邵大人近来身体不爽，恐怕不能亲自来接领清照你。那我们在此稍待片刻。好，对，请。谈中原人上，谈只谈没了家乡，谈只谈情人分离，谈只谈山高水长。小姐明应征当兵，好男儿血气方刚，自家属归来堂堂，潘夫人相聚健康，邵老人来了。谢过邵大人。多谢诸位江南才子前来迎接清照，实不官大。哎，能与大今日家大日人交过朋友，乃是我等求之不得的事情呐。是啊，求之不得。官大，老爷，夫人来了，老爷，夫人回来了。夫人在哪里？老爷，夫人在哪里？怎么，明人你病了？不妨事。哦，夫人，来。夫人，你也睡了。明人，我把归来堂能搬的都搬来了，一共装载了15处啊！我知道，你为了这些水账，一定吃尽了苦。你是。南京故长江，才怜黎民流息苦，为防家乡内情行，马金兵是狼是虎，烧杀抢。
几位乃是江南四旦境界，特地为你自救解缚。夫人，你看，名人国难当头，理想背弃，何来压心？万事，我等可是九娘李清照大名，一清早就眼巴巴等在这里呀。李一万去世，你总要救我们的面子吧？对。官才与秦王为敌，来几句打油诗，也不过我们见李清照一面呐。对，清照。那好，众位请吧。秦王无上风光好，烧烤无私夜望山好。夫乃心机大名所，一句非议，泪满裳。好，米达斯，不愧是李一恩呐，粉子心一计更远。自风红寺里的青蛙湖，想到蒙在转乱的他名字，有风尘压死的风流趣味，想到分崩离析的他宋江山，佩服。我从今恰容你落笔红绳，多传传恰传你四字书生，再苦心是几人传承，在街的平当中千层深层，房间乱自来乱，遇见风真是多呀是白驹绝句在跌。青蛙舞，瓦房杨莲，健康人一
我听说你在南来途中曾写了一首绝句，借楚霸王故事风雨四久，而今朝野上下都在暗暗传唱它。清早，你写了什么绝句？名人，你听着。名人的病啊，我先开几个药方，让他服了试试。好，夫人日后不能再熬夜了，少夫人，你可要管好他了。法师放心，我这就去说呀。多好的夫人呐、既有才华又有德行，名人兄啊，你可要好好珍惜才是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天色不早了，洒家也该为灵谷寺去了。法师慢走，林卡将桌上的字帖拿来。法师，这是弥南公先生的一幅字帖，
名人虽长多年，今日就让他发归原主吧。名人兄，今朝皇上与我密是先生的首人。法师，这可真是无价之宝啊！请名臣法师笑纳。这是此平生就百里了。名人兄，你要多多保重了。告辞。老爷，老爷，锦溪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啊，没有。见你投军以后，怎么没有消息？见明他，怎么，你是老爷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快起来讲！老爷，不瞒你说，昨日我碰巧当听到一个人，是我见明一起投军的弟兄，他告诉我，见明当场受了伤，此际一个人在江南旅了。几位国家立了军功，理当得到朝廷封赏，似乎竟落得如此下场。那人万岁，是今朝廷只想以今人义务，凡与军功者非但不少，反要遣散呐。那见明为何不回来呢？这里不正是他的家吗？老爷，你哪里知道？见明的长子是自尊派，他被罢了官，见明也受到了牵连。他不回来，谁怕连累老爷呀？哎呀呀，好一个糊涂的奸民啊！说是说非，难道老爷我还不清楚？锦溪，你去把他找回来，我要狠狠地骂他。名人，老爷，名人，老爷，锦溪，你快去呀！夫人，我是一心想去找他，可眼下老爷这病，叫我速开得了口，速放心得下呀。老爷与我照顾，你快把见明去找回来。夫人，你等一等。锦心啊，老爷可是家大业大，既然都变成了这些死娃古董，你拿几件去路上用吧。不，夫人，你快拿去吧。夫人，老爷，见明我锦溪，终身都是老爷夫人的奴婢。不是亲人，是亲人，你懂吗？我懂。
老爷夫人多多保重。锦溪，天哪，这可真是个乱世，乱世啊！明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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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牙剪好了，来，快喝下去吧。啊！明人啊，你可要听法师的话，不可再熬夜了。我知道。哎，夫人，你是乖是不乖？这药刚一喝下去，哎，竟仿佛神气提上起来。夫人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莫非苏代之病又犯了？夫人，我何若生出一个女人？什么女人？我想，这读书人一辈子究竟应该做些什么？做些什么？随着动乱不停的年代，你我对国家的命运负力为天啊！我们只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可是今这个不想过，家不想见，连个完人的所在都没有啊！是我能做的人，也问你，这大半生，我是做官不像官，谁分不像分，夫太也夫妻不分留一夫人，莫在为首心长长落不为徒，此生你是身在豪门老农民，父义相思图
些金沙死活，又是你我性命，丢掉一切，仿佛挖去一块肉啊！是啊，谁是他们，就如同谁是了你我的儿女啊！所以，我想及早把金沙落写好，把这些珍贵的古董都记录上去。纵然8年之后东西不在了，可万无万在，还可以把他们找回来呀！是啊，明人想着金沙落一书共30卷，上至下上最3朝，下起财堂府台，翻过来经文石刻，甚至记录于此。可供后人考据古证，考定故事，考证古文时，乃是为后人写成的一部书啊！只可惜书高非人，早已病入膏肓，只恐怕你不要死，你不要再死了，是我不慎，夫人也懂。老爷，这是朝廷派人送来的牒文。牒文哦，好像要拿老爷治罪呢。数年前，我在莱州时，身为一位朋友，鉴定了一只玉壶，不知为何，那只玉壶竟转卖到了金人手中。实际要说，是那只玉壶原是我的，是我送给了金人。事情上的。一面万众于精神鬼火，一面又在笼络民心，居然不分是非曲折，决定了我的痛定之身呀！夫人啊，夫人，你可要为我作证，为我辩护，为我洗刷这几次大错！你不要急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要我做什么啊？我要夫人做2件事情。第一件，将所有手上
都献于扫地，既可表明我的心结，又可避免孤独的生命。第二件，待我完成金沙罗诉告，让他累着死。你这，好，我答应你啊！明人，夫人，你可曾记得，在青州时，神机重阳，在华阴一日进我看了是亏不是，但心恰不服，于是我费劲放上了3天3夜，写下了50句，其中有一用了你3句，已是朋友官字，可他们却是全是只有3句写家，便是你的，莫道不孝我连卷西风身边我花手。夫人，此时此刻，我想用你的在华阴一日来表达我的心迹。你这
小风霜。
堂堂皇帝将无罪，过不过，嫁不嫁，无此事情。啪啪啪啪啪啪，见什么水上，摘什么银子。生什么冤枉，骗什么情缘？儿女子女千金年年走，同心相随无，莫使一言丢。且把珍宝
来守护。切莫自作乱年年一天度。且把真话来说破，切莫是转乱言语，一天夫人，这位已平安用到。林康，到了什么地界了？哎呀，夫人到了乌贼。乌贼。记得明人上任来追之前，曾与位姓张的童年前来拜访，那人好像是神在乌贼。哎呀，是啊，夫人，那个人叫张世忠，听说是在乌贼当官啊。林康，你去打听一下，看那人还在不在？是在，便托他住过地方，我们就在乌贼安顿下来吧。哎，夫人，不再敢走地了。不在了。那么老爷的愿意，情是情，说是说，总有识得情的时候。是啊，我看皇帝连4季都顾不过来，哪里还顾得上老爷的事？把这些珍宝献给他，也是爸爸糟蹋呀。林康，你快去吧。哎，乌贼到了，乌贼了。不用虑。眼前莫非就是东阳太岁生涯第4的不用虑？不行，千古风流不用江山流域后人谁？水通暖过3000里，气压江城14岁。嗨，可惜呀，可惜，可惜空有绝句，夫人聆听我。好事啊！好事！
再是李清照，这是自身；以我看，更是私心。只怕那九剑之下的沈押先生也官拜下风了啊！你，哎呀！原来是张先生啊！真是小弟，想不到轻舟一瞥，竟在这福州重逢了。哦，少夫人，听说名人兄他，唉，不提了。哦，少夫人，少廷上下得知李清照一路贼官少廷，又投进家上，都甚为感动。大家都禀告了圣上，圣上得命侍主为这书官来将少夫人的孤独运走。随后，圣上还要当面召见少夫人。哦，少夫人，张先生，我想托你在梧州照顾地方，安顿财物，还请少夫人。刚才那位老家人说，少夫人要照顾地方，安顿财物，小弟倒是乐意帮忙。实不相瞒，少夫人的珍稀宝物，小弟刚才已经安排张贼上船，准备运到海上去。运到海上，张先生，这是为何啊？少夫人，在报会中去张贼，几岁军船将年，小弟亲自把官渡渡，中途送上少夫人。张先生，少夫人，此际兵荒马乱，此船是海上安静路。少夫人稍待，小弟这就派人来接少夫人一同上船。张先生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奇怪，为什么要张正船？为什么要运到海上？你马身浑身对船放空气，心惊胆战身已操，急忙高声管家人，林康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不好了，我们被人抢了！林康，你是什么？哎呀，夫人，那个张世祖本来是夫子之人，只因他团长王法屡屡将在，使他和夫子二人串通一气，将我们的这位张长人用罪了。夫人，那我们谁告他？可是向谁告？朝廷又不知在哪里呀？到官吏不顺当办哦，总算落在天将心里，再抢为了这项金杀喽！哦，死又死啊！我们的债务不完了。夫人，完了，都完了！
天
什么金山了？什么枢纽祠？什么朝廷？什么石头？什么金山了？什么枢纽祠？都是没有用的东西。五兄，都是福建，进来一起。好，往这边请。不，客气。五兄，来，定心手，请。来，请。好酒，哎，明天来，你一定要到。好，明天一定来。对，要去。来，今天多吃点。看，那位老夫人又来了。你们不要看他年纪大，酒瘾还不小呢。听他口音像是北方来的，兴许还有些来头呢。酒国，哎，来了！老太太，侬喊我做啥？啊，请再送我一位酒吧，我为一众还你酒钱。侬已经受了发烧嘞。啊，我知道，请再送我一位，就一位。好，哎，今朝就送侬一碗哦。哎，一碗怎么够？
要数就数一段吧。好，一朵，哎，就一朵。那，哎，这是最后一位啊！多谢，多谢。真是不堪回首啊！想当年，梦里曾常鸳鸯，酒阑古把永空，菊花千丈落足迹，锦绣坟上十杯中。今日何时成飞去？真江山已不同。爸爸，人生有酒须尽醉，管他大宋与小说，不想胡子忘了是非对，但愿人不心，曾下不去东。不去东，酒官拿酒来！不行啊！哎，照侬搿能样子哈，哎，我搿个拘留嘛，也要不侬吓空嘞！哎，我说过了，我一纵还你酒钱，哎，你为何不相信我呢？我为啥要相信侬啊？侬有那啥个东西来还你？我我写起故事，你拿去每位酒人便是了。侬搿是能嘛钱？哎，侬当侬是啥人啊？酒官，你就让他喝吧，酒钱由我来付。侬说我要算数？当然算数。好，哎，老太太，有人帮侬付酒钱嘞。我看这位夫人心中一定有悲痛之事啊。神山落魄，气度有才，仿佛一切都不在他的眼中。那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好，你们看，那就是夫人。哎呀，夫人。
看看谁来了？林康，你可不能随便对人说出我的名字。夫人，对不起，请叫我老太太。夫人，我是静心啊。静心，夫人，夫人，我是杰明啊。杰明，对，是我们呀，夫人。我和静心找了你许多年，谁知你落难在此，夫人，我们对不起你呀。什么对得起，对不起？夫人，想不到你竟落旁人这种样子，你叫我们结了，好不伤心。不，我没有落旁。我是落在慈悲中。夫人，呀夫人你不要喝了哎呀，你走开！我要喝，让我喝，让我喝。夫人，你不要再喝了。静心，你尽管对我发火。夫人，你难道忘记你是谁了吗？我是谁？我是谁呀？你是老爷的夫人呐、你竟放了老爷生前对你的敬重，对你的嘱托。你竟忍心困着80岁的老家人临炕老吧，跟着你生气连我担惊受怕，弯肚子背，弯着腰，背着那一箱金子路和素肉似的水缸。你放了老爷的死稿，我没有修订好，冤枉我没有早写。你放了你是老爷的夫人，放了你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吗？你夫人啊夫人，你该醒醒了。杰明，临炕老吧。你们看我，生不像生，死不像死，一生落魄，两岁苦苦。我连一杯酒都喝不起呀！原其是，你有死，你有子，这是你李清照最大的罪福啊！东篱大举，亡婚后，有爱相迎时，莫道不孝文，廉贞幸福，怎必枉花时？皇孙一家
老朋友，你生贵重清雅，四相伴，边求谁做新事，家中谁活着的时候，生活我淡了。在这动乱不定的年代，我们读书人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？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能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能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多年来，我起起喘喘，心心灭灭呀！你看，300两战弹酒，醉生梦死。可我心中放不下的是名人的金日罗啊！但是我要完成金日罗一书，我要记住电视。好，老衲今日就为此事而来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画了一笔圆，准备刻印金日罗和素玉词。哎呀呀呀！多谢大师！有句是老衲今日开解，要敬你一杯。来，大家也敬他一杯。对，我们大家敬他一杯。
此次大事情，众位请。老太太，不，原居是侬可从来没欠过我个酒窖。哎，千万劫，岂可拉杂？我还是万里修心事吧，去拿纸笔来。哎。看呐，夜落了，唉，总是伤心的时候哟。星星一米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怆怆切切。
恰是就是相识，恰是就是相满地黄花堆积，叫翠笋。此景有瑞看色，虽是沧海，都是。梧桐更见细雨到黄昏，绵这次的这一股虽是了的，虽是了的。